过去要治疗癌症，可能会用光子放射治疗，不过这款方法副作用真强，即马有一种副作用较少的一组治疗通选择。今年56岁的王先生，2019年发现家己肺癌第3期，2021年发生转移到脑部，原本用光子放射治疗虽然有效果，但是副作用真明显。今年再发生脑部转移，伊该选择这组治疗，感觉生活品质好真济。昏眩，然后嗜睡，然后就是饮食上面会稍微有一点影响，但整个治疗过程中，我可以正常的饮食，可以正常的运动，正常的生活，差别很大。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表示，这组治疗比起过去的光子治疗，会使甲治疗剂量更加集中伫肿瘤部位，避免影响到其他正常的组织。而且过去这组治疗机的设备需要一座骹球场的空间，即摆机型缩小，城市建筑物的地下室就会使到，方便病人接受治疗。它就是一个高能量到达身体的内部之后，才把它最高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。它释放完了，它就没有了，它也不会影响到后来其他周遭的组织。儿童癌症呢，因为我们治疗后必须要就是减少后遗症。这后遗症如果影响到他以后的发育啦、他的学习啦，甚至以后的生育，那就是很可惜的。透过这个质子治疗，它能够减少到最少的后遗症。病医讲，这组治疗上适合儿童，还有头壳、颔管、颞部腺肿瘤等等。但是，若是这部位转移的状况，就较无适合。目前这组治疗是自费项目，一套完整的疗程需要80万到100万左右。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。